大家好，今仔日呢，咱来问咱伊个俗谚啊，爱教的是第一句到第十句啦吼，因为啊，咱拢已经教了啊吼。啊，请问咱的第十句是安怎讲？有人会记得无？哦，第十句是啥？算命喙好蕊蕊，有想起来无？算命喙好蕊蕊。哦，咱这十句拢已经教了啦吼，所以啊，咱爱为第一句开始念哦。来，小朋友、囡仔兄、囡仔姊，你有准备好势啊无？咱来念看卖哦。来，开始。阿公啊带某家婆，趁钱有数，性命爱顾。歪嘴家哥想要食好米，家己家狗不如家己走。翘脚练喙手，时到时担当。无米食煮番薯汤，大兄弟无食歪锅，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菜，碰风水家太无肉，算命喙好蕊蕊。哦，咱十句拢会晓念啊吼。啊，你爱家记起来哦。假使你袂晓的人啊，你不会的人啊，不会的小朋友啊，要麻烦你多练习几次哦。啊吼，即马哦，咱来想看卖啊吼。请问啊，倒一句啊是讲啊，伊迄个人吼，真够分过开。金鳌吹牛，有一些人啊，超会吹牛的啦哈。那请问啊，是哪一句啊？是讲说他很爱吹牛。哦，有人想到无？哦，就是第九句啦哈。碰风水家太无肉。啊，请问啊？有一句讲吼，有人啊一直烦恼啊，有人一直烦恼啊吼，烦恼讲哦，伊的什么物件还袂做好啊吼，也是吼，伊就吼一直讲吼，伊困袂去啦吼，因为吼有代志啊，伊真烦恼啊吼。有人就会安慰伊这句啊，就是呢，有人会安慰他啊，就是啊，到时候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哈。这句啊是倒一句咧？有囡仔兄、囡仔姊想到无？是倒一句是讲这哦，可能有人想到哦，就是这句啦吼。时到时担当，无米食煮番薯汤。好，咱讲到这句啊，咱搁想看卖哦。有人啊，可能在考试前啊，他已经准备好了哦，那不像别人很紧张啊，他在那边很悠哉的样子，这一句是什么？哦，非常悠哉哦。哦，这句就是啥？哦，就是翘脚练喙手啦吼。上尾个，互你约一句好无？哦，就是啊吼，咱来约看卖啊。假使啊，你有代志啊，请别人去做啊。毋过伊啊，安怎？伊拢无啥爱去做啦吼。安尼呢吼，就是你求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好像爱理不理啊，
你就会讲这一句啊。可能是哪一句呢？就是第四句啦，第四句，家己教到不如家己走，是这句小朋友，咱教了这闽南语的俗谚啊、十句请你嘛爱知影伊的意思毋好干那会晓念，阁有咱嘛爱知影伊的台语的字安怎写啦，亲像家己自己要怎么写？原来是家己安尼写啦，阁有嘴嘴巴，这个是国语的鸟会的会可是呢，台语是讲嘴啦，小朋友，咱即马这闽南语的十句今仔日即课就上到遮你爱念看卖看会使背起来无今仔日就上到遮再会。